睇天氣啦，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，預測風勢迅速增強，吹烈風程度東北風，離岸同高地吹暴風，漸轉吹暴風程度嘅東南風，離岸同高地吹颶風。密雲有頻密嘅狂風大雨同雷暴，有風暴潮，海有巨浪同湧浪。日間氣温徘徊喺28度左右。展望聽日仍然有狂風大驟雨，稍後嘅風勢逐漸減弱，隨後1、2日驟雨逐漸減少。而家25度，相對濕度92%。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。太子珠寶鐘錶特約，瞬間看地球氣候。太子珠寶鐘錶及寶齊來贊助播映。